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这个是各位欢迎收看9月17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为了让市民伫办理税务等相关业务时更加方便，财政税务局积极加强服务数位化，除了年初推动行动支付来缴税以外，现在嘛推出数位的表单，下晡正式举办成果记者会，这是因8年来努力的成果。财政税务局伫105年推动跨区跨机关的全公民税务柜台，现在服务嘛更加进步。除了年初开放行动支付来缴税以外，现在嘛推动数位表单的智慧柜台，将整个申请书甲资料拢藏伫电脑内底，有效减少民众办理的时间，同时也减少纸张的浪费。数位智慧表单柜台，只要把证件输入以后，我们有扫描的机制，都不用纳税人书写，我们的服务人员也只要登打件项，譬如身份证号码等等，就可以把资料从资料库里面带出来，让纳税人核对正确。那纳税人提供的各项证明文件，包括身份证啊，或是其他的证明文件、土地权状等等，我们都是用扫描的，很快的就进入到我们的资料库。那这些资料都会显现在面板上，纳税人他确认面板上的资料没有错误，一签名，那就是一个案件申办成功，节能减碳爱地球。另外就是我们还提供了一个新的行动支付，这是非常的方便的缴税方式。除了加强税务的服务以外，财税局嘛将台南市的总体债务对99年的1000过7亿减少到763亿，有效改善台南市的财政。同时，伫分酒的查缉方面嘛做了非常的好。财税局最后嘛呼吁民众，若是有减免地价税的需求，千万爱伫9月25号进行申办，才有法度伫今年得到减免。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讲到课税，地价税将伫11月开始征收。对此，财政税务局再次提醒纳税人，如果要伫今年缴税时得到减免，一定伫9月25号之前提出自营主体用地优惠申请，安尼今年才会当适用。地价税缴纳的期限伫每一年的11月1号到11月30号。符合特别税率，也则是减免地价税资格的民众，爱伫今年的9月25号之前，甲土地所在地的税务机关提出申请。减免资格除了爱有本人、配偶，也则是直系亲属，伫该地做户籍的登记，而且迄个厝袂使有出租，也则是营业等情形。全国嘛，都会使有一个所在，民众申请的时阵爱多加注意。本人或者配偶或者直系亲属在那边涉及，那涉及你的房屋是没有做出租、没有做营业用，那在今年的我刚刚讲过的9月25号之前提出申请，我们今年度就会符合规定，今年度的地价税就准你按自用住宅的优惠税率。那如果你超过了9月25号才提出申请，即使符合规定，我们也明年度才能够核准，请大家要特别注意。税务局嘛提醒民众，距离申请的期限只剩几天啊，爱把握时间提出申请。另外，若是无法度到现场办理，嘛会使多加利用网站来进行线顶的申办，避免家己的权益受损。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最近各大专院校陆续开学，其中中华艺术科技大学对今仔开始展开1连2天的新生训练。常委员特别请来工业模范青年沈心玲来演讲，会中伊甲新生分享追求梦想、行出家己的路，嘛其他因会当伫适当的大学生涯以后实现梦想。虽然面对少子化的冲击，不过今年中华艺术科技大学1年的新生都2752位。除了比去年加200多位，嘛已经连续5档学生人数拢成长，凸显办学必须肯定。而今年的新生训练，学校特别邀请国内外知名的工业模范，也是十大杰出青年沈心玲，加所有同学来分享追求梦想、行出家己的路。
伫演讲之前，陈新林嘛甲校长一片充满梦想意调的海报顶面签名祝福，期待4天后拢会当一步一步实现，场面温馨。今天就是要勉励中华医大的同学，可以逐梦踏实，没有梦想也能帮别人实现梦想，因为我们能用自己的专业来帮助别人，然后鼓励他们成功不一定要打败多少人，而是可以帮助多少人。应该给他们有一个正向的学习榜样，因为新生刚进来，所以我就请沈心玲小姐，她的事迹哈，给我很感动。她才24岁，然后已经做慈善捐了800万，然后2度总统教育奖，然后10大杰出青年，还13本教科书，好。以他为课本哦，好，现在的我们的小学生要读他的事迹，那我觉得这种人来跟学生同学现身说法，那我相信一定对人生有很多启发啦。陈新林会长用成功不一定爱打败偌济人，而是当帮助偌济人做为便利，确实感动济师生。连校长嘛甲新生坐涂骹专程听演讲，伊拄仔亲切甲学生互动，也讲莫认为华语比袂过台大，因为恁有校长的赢。趣味分享嘛为大家伫大学的第一节课留下积极正面的影响。台新闻管及林根采访报道。台湾第一出摇滚音乐剧《吻我吧，娜娜》是艺人张雨生在生时为伊所创作的音乐舞台剧。李国土剧场今年再度制作这出音乐剧，邀请艺人朴学亮、黄家千等人做伙重新来呈现这出20当前的感动。吻我吧，娜娜这出戏是张雨生唯一的音乐剧代表作。伫1997年第一摆演出时，以台湾第一出摇滚舞台剧创下好评。经过20当后，国土剧场再次邀请原本创作人马，包括音乐制作人梁志民、陈日荣、殷景洪二联手打造音乐剧本。伫演出阵容方面，嘛邀请朴学亮、黄家千、郭子乾甲窦子康等音乐剧人才，重新呈现这出经典的摇滚音乐舞台剧。很希望这出戏能够让台南的朋友能够来看。那其实我们一直很紧张，因为排练这个的时间也蛮长的。然后因为这是一个蛮经典的一个摇滚音乐剧，特别又是张雨生他留下来唯一的一个摇滚音乐剧，唯一的一个剧本，所以我们能够接到这个戏都觉得很荣幸。然后战战兢兢的在整个排练的过程当中，那很高兴前几天顺利的演出，然后我们都很享受在舞台上那样的感觉。之前的男主角是王博胜能歌能演能唱，那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有不一样的一种呈现，能够有一个在重新改版之后，能够有一个给大家那个眼睛为之一亮那种感觉啦。对我来讲，其实压力大到有时候真的都会想哭。那哭的原因是一种压力的宣泄，可是又知道又不能哭，你就是要把它完成，就要做好。那我非常开心这次跟亮哥合作，因为我们两个就是在这相依为命，就是真的是相依为命。我们俩就看着对方，然后就说我们赶快练舞好吗？所以就是有产生了很多的那种。有一种革命情感，就是我们两个要战胜这个舞台，跟还要好好诠释雨生的歌。吻我吧，娜娜伫结束台北场的首演以后，10月6号到7号将来到台南文化中心演出。对这出摇滚音乐舞台剧有兴趣的市民朋友，会当上国土剧场的脸书粉丝团，或者是两厅院购票系统来查询相关演出的资讯。台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由上主持甲三广有线电视所举办的卡拉 OK 比赛，今年已经迈入第12档。10号暗时来到安平开大体育宫进行安平区初赛。会中真特别的是，包括老中青3代以及3位新众朋友都来热情参加，场面相当热烈。
伫 BBQ 舞团老力开场第12届迎电视爱社区卡拉 OK 比赛安平区初赛，伫安平开台天后宫广场正式展开。会场包括安平区甲南区议员以及侪安平区里长等贵宾拢到场为活动赞声，为参赛者加油打气。BB 卡拉 OK 选定在我们安平来办理已经第12届。在这边代表我们区公所代表我们所有的安平的居民也谢谢我们吴董事长所带领的团队，愿意继续来办这一个歌唱比赛。其实歌唱比赛要一直办下去，真的也是不容易，也需要大家的帮忙。最主要是有坐在台下的你们热情的参与，才有今天这么热闹的场面。优线电视持续举办卡拉 OK 比赛，安平区今年总共50位选手报名参加，拼歌艺、拼造型嘛，拼人气。会中特别的是，除了老中青三代拢来参加，有3位新众朋友勇敢挑战歌唱舞台，场面相当的热烈。最后安平区初赛成绩出炉，中青组第1名曹泽台，第2名吴光荣，第3名吴年春。有幸于何世南，有幸于周传忠。下一组第1名王旭之，第2名王维炫，第3名杨耀彤。有幸于黄丁赞，有幸于陈雪琴。各组前3名分别取得今年总决赛资格。主办单位表示，后一场中西区的初赛9月29号伫协进国小正门口来举行，嘛欢迎民众踊跃到场为参赛者加油。第一新闻综合采访报道。先去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同意社会福利主持暑假基金会早贺伫南台科技大学举办中秋公益活动，现场邀请200位偏乡的长辈甲囡仔做伙来进行闯关游戏，现场气氛相当的热烈，嘛希望借此将爱心传播到社会每一个角落。统一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15号下晡伫南台科技大学举办一场公益活动。现场邀请200位偏乡长辈甲囡仔做伙同乐，希望会当伫中秋节进前，造予大家一个欢喜的假日。统一企业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成立到今年有40年，所以我们最近3年来，我们大概都有举办类似中秋佳节的一个活动。那么我们希望说，能够将我们平常所关心的一些老人食堂的一个长辈，还有我们偏乡的小朋友，能够齐聚一堂，然后大家共
都能在一起，能够欢度这个佳节。那在佳节的这个活动过程当中，我们也筹划了一些活动哈，特别包含了我们的闯关，包含我们的体验活动，还有我们的手作活动。我们希望说，在这样的活动过程当中，让我们的长辈还有我们的小朋友能够齐聚一堂，然后透过这样的活动呢，能够获得一些祈福、分享、感恩与满足的一个结果。统一企业为了善尽社会责任，特别成立慈善基金会，每当拢会定期举办真侪场的公益活动。这次除了有精彩演出以外，嘛安排真侪闯关的活动，要甲大家同乐。涂总干事嘛表示，统一企业望会当透过活动的举办，发挥基金会处置社会、用之社会精神，嘛唤起大家对着弱势族群的关怀。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南昆新大天府配合国家重要民俗，也是五虎千岁进香期间，邀请南营66联合会来举办作品联展，为了展出会员所创作的民俗、甲山海影像记录等等。在何之间，蜜蜂特别举办盛大开幕仪式，邀请各界贵宾到场参观。南营66联合会创立伫咧民国84年6月6号，是由一群热爱摄影的艺术家所组成。会员依照个人兴趣，翕相记录各项民俗活动，或者是山海风景。成立23年来，已经伫咧各大文化中心布展过10外届，嘛出过4本的联合集，同时嘛得过真侪国内外的大奖，真受到肯定。这届受到南昆新大天府的邀请，来到昆营文化艺术馆来布展。这次66协会啦吼，我伫遮要表示12万分对因的感谢较敬。因您这成员，会使讲拢是庙人的之光啦。有关咱南昆的大天府大型的活动，拢有留下因上水的镜头伫咱庙里。伫无主里出身朋友，包括咱凌霄宝殿的落成、乐天大石，平常时啊，庙顶上水的所在，都留下他们的痕迹啦。哦，嘛，互咱这次的展览，它的内涵，除咱个人的领域以外啦，吼，有上山的，有下海的啦。这届阮66会啊，有迄个荣幸啊，来互咱南昆新大天府这董干事、总干事来邀请来咱文化馆啊展览。啊，每一届啊，阮的展览推出的拢是新的作品，所以每一届啊拢是无共。啊，这届呢特别啊，这个展出的有啊乡土的啊乡土，你像我是七股人，我特别爱七股，所以我翕的物件啊拢七股。啊，像吴建局师啊，伊爱爬山，这个年纪啊，还佫会当伫高山咧走跳啊，台湾找无几个，所以无简单。这场展览为今日开始，一直展到10月22号为止。欢迎喜爱民俗活动，或者是山海风景的观众，踊跃前往南昆新大天府来看展。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灵感胡告读册会2018年以星云大师传记为主题，在河伫湖公山南台北院举办研讨会，会中吸引700多位民众到场参加，并且由净法师共同探讨净土法门的精彩典故。来自嘉义、台南以及高雄，总共700多位爱册人，9月16号这天来到佛光山南台北院参加灵感佛教读册会所举办的活读研讨会，并以着星云大师传记作为主题，邀请佛光山副住持慧开法师、惠中寺总住持觉居法师、南台别院住持满洲法师以及金光明寺住持觉培法师，共同探讨修行的净土法门。我以前是数学老师啊，这个数学老师呢都要帮大家做升学辅导，对不对？考前都要做重点考前重点辅导。大家回忆一下，以前念书的时候不是都要考之前都要老师画重点吗？有没有啊？有。好，我今天呢，这个要把这个净土法门这个最关键的
这个秘诀，要跟大家分享啊。大师说，发心愿力这个愿力就是一个目标的确定。你目标确定了之后呢，我们就有一个力量，往那个目标去前进。所以呢，5天我们把最基本我们达到了一个基本应该表达我们的一个诚意，还有我们这个佛光人师父呢，我们是以文化教育大师的一生就是非常的重视教育嘛，所以我们作为佛光人，作为星云大师的徒弟呢，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去努力学习的。所以这5天呢，可以展现出真的我们大家真的是很爱读书，很爱学习。只是所以谢谢大家。人间佛教读册会表示，读册研讨会特性是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让大众理解佛法的概念，并将佛法生活化，落实在咧生活当中。这条在咧台南举办的研讨会，嘛得到真好的反应。今年最后一场研讨会将在咧宜兰南洋病院举办，欢迎对着佛法有兴趣的民众踊跃报名参加。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咱台南的天气较热热，时常互人食袂落饭，只是那酸酸咸咸的泰国菜，就是真侪人的选择。其中位伫民权路4段一间泰国餐厅，就对当地聘请专业的团队来料理，要将上界正统佮美味的泰国菜完整呈现给富社民众。位伫民权路4段云享泰式餐厅，6年前开业时，就对泰国知名的建兴酒店高薪聘请总铺师泰拿吉家己的团队来到台南，为消费者料理一道一道上界正统佮美味的泰国菜。同时，为了维持甲泰国口味同款，也则无少同资，店内所使用的香料甲原料拢对泰国进口，就是要让消费者上正版的泰国味。云享就是目前到现在，我们就是聘请了3位泰国主厨，然后来这边帮我们制作一些真的是很道地的餐点。那其实我们先看一些桌上的辛香料啊，像这些南姜啊、香茅、柠檬叶这些所有的辛香料都是很天然的、原始的，有些还是我们自己种的。然后加上糯米粉啊、咖喱粉、姜黄粉，其实我们用的食材都是很健康的，所以制作这些很美味的料理。泰国人是很注重香料调配，还有一些他吃东西是很均衡的，像它的辣度、甜度、酸度，其实它都是有一个比例调整的，所以它吃起来是其实对身体是不会有负担，而且是健康的。咖喱螃蟹是。咖喱蟹是我们这有是我们的口味的，颜色是看起来是一样是淡的螃蟹，然后淡的是味道是比较好吃的，然后我觉得是应该是整个台湾应该是有我们的餐厅是味道是这样的，是我们的味道的，然后是有香味是咖喱的咖喱粉是我们是要泰国进来的，然后螃蟹是我们是要那个淡的螃蟹的。然后里面是有蛋黄的。除了泰国名菜咖喱煎以外，凉拌青木瓜丝以及酸辣柠檬鱼等等，拢是民众来到云享泰式料理一定爱点的菜色。介意正统泰国菜朋友千万唔通错过。但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爱关心天气变化。现在是这风有时好天天气，温度26度到32度，落雨只有一成。海面边管行业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收看9月17号的中嘉台湾电影新闻，咱再会。